大家好啊，歡迎返嚟 Bodhi and Elam 嘅 channel 啊！今次呢一條片呢，我會做一個旁白，陪大家睇下之前屋企人去咗高雄，到底食咗啲咩嘢好嘢。介紹之前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啊！嚟到台灣，一落機第一餐梗係要食台菜啦，仲要係米芝蓮必比登嘅推介啊！呢一間賣鹽信呢，最出名就係老薑炒雞腿，而餐廳以台南嘅物價嚟講呢，都算係偏高嘅，大部分菜式都要200到300蚊台幣，所以呢，我哋就喺午飯嘅時間，見人流唔算好多，直接就可以入座。呢度嘅炒豬肝啊，據聞好出名噶，咬落去呢，亦都唔係會散晒好粉嗰一種。輪到呢個老薑炒雞腿上台啦，呢一道雞腿啊，680蚊台幣已經有成10零嚿啦，啖啖都係肉啊，肉質好腍噶，而且佢係用咗3杯雞嘅手法落去煮，所以非常惹味啊，餸飯絕對係一流啊！我哋另外呢，仲嗌咗滑蛋蝦仁同埋蚵仔煎，5個餸同埋加一，埋單都係2100蚊台幣，食到非常飽噶。第二間我哋要推介嘅呢，係一間火鍋店啊！我哋其實喺台北都有食過，估唔到喺高雄佢都有分店喎。因為我哋有小朋友啊，所以今次就試咗鴛鴦湯底。呢度嘅火鍋料份量呢偏少嘅，所以如果大家都多人呢，建議問下店員要叫幾多碟先夠。而佢嘅醬料呢，就係自助嘅，絕對係包羅萬有啊！然后再下锅煮8分钟哦。那这个的话，旁边有小汤匙可以做食用，也可以做三文鱼，慢放底下。那需要帮你拍照是吗？呢個牛肉絕對值得一讚啊！無論係肉質同埋味道都係頂級啊！最後嘅總結呢，就係服務好好，食物質素都好高，埋單大概每個人200蚊港紙有找，不過就唔算非常飽，但亦都唔會頂住個位。第三間餐廳呢，又係要 book 先食到，而且成個晏晝淨係做一輪，就係呢一間叫做明水燃樂鐵板燒啦。其實佢喺香港都開咗一間㗎，咁當然啦，會貴過台灣差唔多1倍啦。而我哋8個大人1個小朋友呢，就可以霸晒成張台望住師傅燒啦。大家睇下啲食材整齊排列喺度啊！包括龍蝦、帶子、蔬菜，而且佢都有酒嘅 menu 嘅，有啤酒啊、清酒啊、梅酒啊、紅白酒，而佢嘅前菜酸酸地都好開胃㗎。個帶子燒到好靚啊，仲有特製嘅醬汁，而且啊加埋呢個魚子做點綴。之後就係雞肉，印象中普普通通啦，冇乜特別。到咗今餐嘅主角啊，就係龍蝦啦。佢每2邊都會燒一段時間，師傅啊要一次過處理6、7隻龍蝦，真係好廚藝啊！中間呢，師傅仲會爭取時間處理埋個蟹鉗，而
而每一碟呢都有特別嘅醬汁，個蟹鉗非常厚肉啊，勁甜勁好味啊！翻嚟整好嘅龍蝦啦，每個人呢都有半隻嘅，肉質好彈牙，又新鮮，而且好多膏㗎，搞到我望住個芒都流晒口水啊！你咁多甜點嘅，即係你頭先食呢啲名都係係啊，所以有啲唔係好夾嘅呢樣，但係其實佢個海膽醬都唔係真係咁海膽係嘛？係啊，唔係好海膽，好似遮蓋咗嗰啲膏嗰啲味。再嚟呢一度呢係白身魚，我哋就覺得個味道一般，不過攞嚟清清喉嚨都幾好嘅。下一道菜呢都幾有趣㗎，係鐵板燒比較少見嘅和牛漢堡，佢仲用咗芝士同埋豬仔包添啊！卷生菜跟樱桃萝卜，那旁边那一片是我們王餅，是我們用帕瑪斯起司做成的，它可以搭配着一起做享用。那我們這邊建議我們五分熟，有需要做調整的規定嗎？5分熟，7分。全熟。全熟嗎？還是我幫你不見血就好？7分不見血。見到啱啱 chef 攞出嚟嗰個和牛啊，就知道好正啦！呢一份和牛啊，油脂唔會太勁，屬於油味重嗰隻，要點少少鹽呢，先至會有味道帶出嚟。鐵板燒嘅最後，梗係要嚟翻碟炒飯啦！呢一份呢係魚子炒飯啊，味道唔錯㗎。每日送呢一個燒魚子。咩味啊？鹹。係乾嘅。係咪好似魚乾咁啊？嗰個好鹹啊！好鹹。或者啱你食喎。係啊，因為明太子係整到可能魚子乾嚟。真係好啱嘅，有啲菇啊、菜啊，海帶。最後飲埋呢個龍蝦湯，食埋甜品，呢一餐絕對係圓滿結束啊！接落嚟嘅呢一餐呢，我哋就返去啲民生小區度食嘢啦，食牛肉麵啊！呢一間港源牛肉麵臨收鋪都超多人啊，要排一陣先至有位啊！嚟得食牛肉麵，一定係嗌牛肉湯麵啦！一碗麵有5到6嚿肉，仲有牛展嘅部位，另外都可以選擇加配料嘅。佢嘅麵質都屬於比較煙韌嘅嗰種。真實嘅食評，不如聽下現場嘅朋友講啊！湯底咧，其實佢又唔係好濃嘅牛味，係嗰啲醬油。咁但係咧，加咗佢本身嘅蒜蓉同辣椒咧，就好正。啲麵質地咧就好煙韌，我覺得都有8.88分，8.88分啦。好煩嘅，100 10分滿分，都推薦嘅。因為我哋呢個時間係唔使排點啊？因為佢今日唔知應該3點鐘咧就 last order 啦，但我哋喺 Google 睇都係8點鐘，應該都可能要預早少少嚟喎。遠條。接落嚟呢一間絕對係高雄嘅著名老店啊，叫做鴨肉珍，亦都係成個 trip 排隊排得最耐嘅嗰間啦，足足排咗半個鐘啊！佢嘅裝修非常之有年代感，但係呢，勝在平靚正啊！我哋就嗌咗肉燥飯、燙青菜、鴨肉湯，當然仲有淨鴨肉啦。但係呢，大家唔好期待好濃味啊！呢度主要都係食返食材嘅原味。
最後喺夜晚臨上機之前呢，當然都要食多餐當地嘅美食啦。去咗呢一間永記啊，相對雖然冇咁出名，但係佢個牛肉湯啊，真係令人回味無窮噶。叫咗湯呢，仲可以滗一碗白飯同埋肉燥飯，全自助形式噶。睇下佢個牛肉冬粉幾出名，呢一啲家常便飯，台灣真係做得好出色噶。小飯啊，好豐富啊，好多牛肉啊！今次呢一條高雄嘅美食片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嘅片啦。如果有高雄美食推介，記得留言話俾我哋聽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